长期以来，伫咧关心台湾精权环境开发基地歌手班乃推出头一张的全台语专辑，目前正咧全台湾巡回演唱。顶日咧去到中华大和基金会唱出台湾早期农村社会女性心境。你是飘离我你作作。班乃用充满感情的高音，唱出一段袂当互人发现的感情。长期关心人权、环境开发相关议题的歌手班乃推出头一张全台语的专辑，目前正伫咧全台湾进行巡回演唱。17来到中华的大和基金会，写袂少人来听歌。伊的歌声足温柔的，嘛足温暖的，嘿，所以我足爱听伊唱歌的。这届的台语专辑是老师，就是班乃老师，伊准备已经10几档的这个专辑安尼。算讲是以前拢有听过伊部分的歌曲，感觉讲真美丽真好听。班乃表示，伊伫高雄大汉伫6岁进前拢是讲台语。伊伫台湾世界行踏唱歌的时阵，发现少年辈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。伊嘛希望大家加听加讲，唔通互家己的母语放见。母语就是唔免教，你就会晓嘛，嘿啊。我是有感觉讲台语，若是无定讲，会生生啊袂晓用囡仔真侪台湾人囡仔拢袂晓讲。我是感觉若是无去足可惜的。这张全台语的专辑是甲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瓜地和合作。班乃表示，瓜地和写的台语歌词非常文雅，用写故事、比喻的方式，表达出早年农村社会女性的人权甲内心的虚微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